外实境节目，达时都会带大家向下行业太资源去探险。有的任务做得一家完成，不过有的比赛就会老年向下合作了。达时都会天天也得成员慢耐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向下去接拳金木水火土。前一年的任务，也下一本清高的是林群子、老吴娘群。今晡日大家都来到的女玩老街，先来轻松一下诶。我们下去检查了。今晡日来到女版，吃到大神气，看到老头摆在梳头的5分茶，同欢喜呢。女版是在罗沙区，呢度充满了客家的文化老美食。也下大家来到女版国小，面对今日的任务，准备要点一下请假的本灯了。预备，Go！ 猜拳选队员，好，赢的选哦。石头布。不知道。真的是男生一队，女生一队。来，OK。强健分出谁莫一吹，谁来一吹。第二条今晡日要完成嘛嘅任務呢？跳下來看下了。太叔婆攀咗，今晡日兩吹要同太叔婆添攀咗，唔過結唱會講下，估數大家要詳細聽哦。兩吹都有700個人。倘嘅太叔婆要買嘅東西，就做得出發去路邊買了。關鍵是都會講下，買錯以後就做得拿到1分，前四較少嘅加10分，擺盤較強嘅加5分。係個唔記得學幫用嘅講，行做得多進來，行太叔婆各講100，未做得買 QQ 幾啲哦。行會記得路邊行做唔得用這嘅，就100 Q 1分。計時開始。你們會聽客家話？你們會講客家語嗎？會。又個唱太叔婆講本堂啦。駐倉草姜媽絲。駐倉草姜媽。客家700家，切餸筷兒，6間飯，7千餐炒腩，金醬魚乾。我大家還是直接去買那個吧。帶有穩定獎。帶有穩定獎。泡菜湯。它菜乾凍。有一個是大板條，然後一個是什麼湯？可以求助，可以求助。不要了。口加板條嘞。口加板條。因为今天有一个叫什么大神婆要请我们请客，但他不会中文，他只会客语，然后他就会讲客语跟我们听，让我们买10道菜，然后问个重点那道菜要用客家语来讲。再听一次吧。再听一次。你听我讲吗？哎，你讲一次。口加。讲啊！我会再听一次，你再听一次，好，你再听一次。我要哭了。今晡日要靠大家嘅溝通能力，要學會講下，就要多聽多講，一下就會本地阿條去買菜，去飲用嘅用客家嚟溝通了。前去那邊看。不要跑。飲全金冰冰嘅就東西，扣1分。請問你會客家話？會啊，你係唔啱嘛㗎？請問舊倉草舅媽系是什麼？啊？舊倉草舅媽系。駐倉啊，咩姜倉？駐倉草姜媽系。豬腸炒薑絲。啊，謝謝。謝謝，趕快寫。俺是誰？俺是誰？駐倉草舅媽系。先記一下它的扣吧。那我們到底是什麼東西呀？這是客家話。是薑絲還是薑絲？
我生平来第一次讲客家话，第一次用客家话跟别人交流。好，听吧。哎，笔记本先记掉。你再多听几次，听一次，把他的注音写下来。梁家烫西，梁家烫丝，因为有些客家语我们都没有听过，所以我们就会忘记，所以回来了很多次这样。那第四个，千菜炒篮，川菜炒篮，先买这先买炒，先买这3个啦。驻仓炒什么？驻仓炒什么？驻仓炒给妈洗。驻仓炒给妈洗。驻仓炒给妈洗。驻仓炒给妈洗，这是客家话吗？对。没有这样子哎，驻仓吧？驻仓是猪肠吗？嗯，应该是。驻仓炒盖妈席，嘿嘿，这是什么话你知道吗？客家不是我这意思你懂吗？懂什么猪肠什么？猪肠。它是意思说猪肠炒母鸡的那个哎。好，给他席哎，席是大便哎。你懂吗？你自己都快吗？没有啦，驻仓炒用戏啦，不是盖妈席啦，用戏。这就第一个，是不是有第一个？你要买第一个，真的你要吃的，好。那个请送加本爱，对不对？他意思说快点炒给我的意思。好。请送加。好。你要买是吧？好，可以哦，那也等下哈，等一下意思，等一下。很快，算你100元，特价给你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小朋友，你要玩游戏是吗？好。谢谢老板。谢谢你，特价给你。客家人安好哦，谁来嘅天继续啲啊点点买？再一个那个客家板条，客家板条。应该是要写板条吗？应该是板条是吗？我们刚刚有一个，再一个。我要一个汤的吗？炒的是吧？炒板条。讲一遍呢。炒板条。炒一下。客家炒板条。客家炒板条。那你就会学到这一句哦。客家炒板条。对。应该有。你很顺势买到2瓶菜耶，票價就會啱好。來自可那第3出。蛤蟆西八六家。没有，这蛤蟆是癞蛤蟆的意思吧？还有别种意思吗？没有别的，都是错。癞蛤蟆怎么吃啊？不可能啊！蛤蟆7、8，麻薯2个是吗？意思是这样子吗？应该，你都没办法确定。那你跟谁学的？你又跟谁学的？跟一个老太婆。一个老太婆。是阿婆学的哦。主要关键就是我们第一家找到的那一家店，那家老板跟老板娘，他们帮助我们，然后帮我们看我们写的客家话有什么不对，还教我们客家语。困难点在讲客语，然后达成任务之后，我们就很开心。驻仓炒给我妈写客家话。刚好我听不懂客家话怎么办？它旁边有中文。第一个。炒猪肠啊。Yes， 谢谢。哇，好美丽！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择手段。多少钱啊？等下120。120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成功。耶，成功买到了。找多少？找80啊，不然嘞？哦，对。问一下，你不问啊？问啊，不是要问。问，请问你会讲客家话吗？会。会。那请问，做丢丢把就
面混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可能讲。再说一次，慢慢讲。花秀面混。吊饭。哦，猪油吊饭的啊。猪油吊饭。猪油拌饭。哦，谢谢，我要赶快写下来。然后因为我们这组没有人会讲客语，所以我们就听了记住，或是用注音写下来之后到处去问人。然后本来想说那这摊没有买东西，然后又一直来问会不会不好意思，可是之后就不管，一直问，就一直去问。亚白比赛同公平，客家讲到同好的古子名，老罗元珍都冇来参赛。客家有无去用嘅腔调，对版嘅客家话系回六腔。请问你知道盖优稳鸡条是什么？盖妞。盖优稳鸡条。激酱吗？啊？是激酱吗？因为不知道。因为你讲的客家话都是标准。盖妞稳鸡条就是鸡肉沾激酱。爸爸，昨天大人伯那边就有卖，原来我们真的那个叫什么酱？鸡酱，还是鸡酱还是鸡酱？是盖鸡沾鸡酱，鸡酱沾鸡，鸡沾鸡。细妹吹好甜甜的八仙豆，都得出只比出吹名，要根本迄老自动款吹比几只啊！酱油鸡有啊，2香油鸡，还有会带什么？1份，小的1份，是120吗？对，拿收100就好了。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走吧，赶快回去听金颂。客家7百2扎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客家麻糬2粒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我没有麻糬，麻糬要到隔壁那个卖2粒。隔壁。哦，客家7百2扎，讲一遍。7怕2扎。对。客家7怕2扎。是什么？一个客家7怕2扎。刘华，再说一次。客家7怕2扎。2扎。多少钱？8K。七送款什么什么？7送款。你念一次给我听。7送款。上礼拜我有记。7双筷子。没有前2天。对，因为你要吃麻糬就要7双筷子。啊，去找。谢谢。去送款呀！谢谢。鸡送款呀！鸡送款呀是什么？啊？鸡送款呀。1双筷子。不是。1送款。看是7还是鸡？不敢，7送款。7双筷子。7双筷子。对。7送款。7送款耶。谢谢。那我们先去要7双筷子。谢谢。走吧。时间剩无几多了，夜下西来去买到主创炒姜丝、客家板条、糍粑的70块耶。西妹去买到主创炒姜丝、猪油搅拌、咸油粉结酱70块耶。来煮都得完成太叔婆搞大的任务呢。玻璃彩干，做得卖入板模，玻璃彩干，做得卖入板模，走力拌米砍吗？客家话很好笑，就是什么干什么摸的。这个玻璃彩干，好1包1包，这个手里彩干，
包80元，玻璃彩干，然后还有什么溜沙碗，什么溜家碗，不晓得。然后管然后什么溜家碗啊，鸡鸭家，溜家碗，六张碗啊！对吗？你应该去茶堂那边哈。对，他有那个纸的碗哦，你刚刚要6。六家碗，六家碗。六扎碗。什么碗？六扎碗。加完了。用的。六扎碗。吃完那个。这个。比较大的。六扎碗。跟这个很像。六扎碗。这你有没有这个碗？六扎。那个杏鲍菇啊。不是，它是丸子啊，是吗？六扎碗。是东西是炸的吗？不是，这个。六扎碗。哎，这个用这个装的。六个。那个然后空的，这个空的。啊，6扎碗。6个碗。哎呀，阿等啊。海风事件不一样，事件要6扎碗，反正这个肉放叫6扎碗。你们玩活动是吧？对，应该是4线枪排队。你厉害哦。老板谢谢。 6扎碗是4线枪。在袋子装吗？不要。啊，吹管呢？吹管啊。哎，吹管呢？你要干嘛？你也要？不吹管，你去问隔壁的老板，说你有没有碰吹管？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干呐。老板，你没有碰吹管，碰吹管。有，老板有，老板店里面有。在这里耶，不吹管。老板一个多少钱100。只是打包。你念给我姜听。喵，吃过喵，某姜喵，还是猫？姜喵。野姜花是吗？姜喵，将来两家欢喜，让姜花种了6家。就这样，我们2个我们开走。大家都懂新聞學講客，要糖要果要甜滿，唔到啲嘢就過去3點鐘誒。好，4點到了，一下2組要開始擺盤呢，看哪組會看起來黑醬，還卡好食。現在很冷。看起來很好食咯，買安凍嘅東西要合乎太叔婆指定嘅要求冇呢？豬肉茭盤，6人份。豬油拌飯6人份。6人份。結果細妹煮準備嘅豬腸炒薑絲6扎碗，雞肉粉結醬70塊嘢，2件飯匙，衛生紙1包，有6項合乎太叔婆嘅要求。喺奶煮沒有6項合乎要求喎，其他都要賣錯嘅。豬腸炒薑絲70塊嘢，6扎碗，菠蘿菜乾、紅菜湯、鹹菜乾豬肉1盤，看起來大家學下嘅效果茫茫嘅哦。烹飪任務結束嘅，大家轉到吃啲蔬菜。節目進行到呀，比賽越來越激烈嘅，唔知乜人會贏到日本機票呢？大家點清下來，寫一封信呢，本總結最後嘅設計，也種信紙都冇共用哦，喺幾下掉啲水牛學校作為牛屎紙，來談困難幾下掉寫乜嘅？因為我們都得到了許多美好回憶。你要謝謝每個陪伴你的老師和同學，也要謝謝讓你來的家長。我要跟未來的我說，上課時要專心聽，不要亂玩別的東西，這樣才有機會可以拿到機票。我希望以後我可以，如果有進前3位
的话，我可以去日本玩，所以我要更加的努力，得到更多的积分。也希望我可以去参加日本的活动，我超想去的，所以我会努力的争取。如果没上的话，你会很生气，但千万不要摆臭脸给别人看，也不要对赢的人很凶。如果你输了也没关系，我不会怪你，因为你就是我啊。唉，我何必怪自己呢？希望最后还是希望可以赢啦，只不过输了也没关系。好，先蓝队来，3个人一起来看你们的分数。小妹组拿到16分，小赖组拿到11分，他们人拿到嘅分數加上過去嘅積分，總積分超過嘅33人，就能拿到總決賽嘅資格。剩嘅9位成員嘅分數，總下都會變做0分，向後來參加派鋪復活賽，爭取總決賽嘅資格。也下出本其他隊來決定，也隊分數按樣嘅分批，一落分數讓朋友幾啲過關嘅牌，也係無論樣嘅都會平分咯。要看功勞。第一節往前快。是不是有寫功勞？有啊。然後再來第4。好難抉擇哎，哦，快不錯。我覺得分數應該要給他最有機會。分給你們沒事啊。那所以1人8分，反正敗部復活賽，加油！都要砍掉重練 ，fighting， 加油！先讓他們過關，然後有需要的時候，他們再送分給我。他太偉大了。你如果敗部復活沒有上，我會捐一些，我會捐分數給你。就是16分，他8分，他0分，他8分，就這樣。不要把我推下去。可是我覺得，我如果自己是這樣。不一定會讓出分數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出一拳。哎，好了，他贏了。最後2分，我跟何兆恩，然後就是4，我們兩個4-4-3，對。48點鐘嘅任務結束嘅，也擺喺前3名係吳音群、朱慶發、林顯進。特別任務總積分超過嘅33人係吳音群、朱慶發、老何少恩。第二隊會出戰進入前面嘅決賽，下禮拜其他9位成員會全部都進來參加派鋪復活賽，那你們表現得挺好呢，下禮拜見。駐倉草姜馬絲，豬肉攪盤，6年份，6加丸，雞肉混結醬。7送快樂，皮餅就得賣6張麼？鹹菜乾就得賣1張麼？醬愛2隻盤絲，炸薑花總了6隻，不愛1包衛生紙好麼？客家7把6隻，7,700炒卵，結醬1個，玻璃菜乾就得賣100麼？泡菜湯、鹹菜乾剁豬肉1盤，2隻湯絲。